点，文英在医院抢救呢。啊！快点！琪琪，坐会儿。哎，程护，二妈晕过去了，还没抢救过来呢。别着急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请在外面等着。妈妈，来，请让一让。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儿吧？没事。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好点。文楠，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这个知丽呢，我亏欠的太多了，我不想让她因为我再受委屈了。这么多年，她为这个家，为了我和薛洋，牺牲的太多了。可我这个当爸的，从来也没为她牺牲过什么。现在她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了，不想让她再次错过。哥，你不用跟我说的特多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。这几天我脑子可乱了，晚上整宿睡不着觉，想了好多事儿。其实我有好多话特想告诉你，可是我不太敢说，因为我怕我一说出来就收不回去。我跟你说说心里话行不行？我从第一次结婚吧，我当时我就想我这辈子肯定不离。怀着宠木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在街上走，我就想我这辈子可得给我孩子特别安全的家，我可得让他过好了。然后就离了一回，
又离一回。然后就是我遇见你，跟你结婚那天，我人整个都是懵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么傻了吧唧一女的，更年期岁数，居然能有这么好的命，找着一个男人这么爱我，还是个大款。我就想，我可得好好珍惜，绝对不能丢了。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吧，可能是好日子来太快了，太猛了，我就老担心有一天突然就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，哥？就像我以前，就突然一个家散了，突然一个家散，我就等，我就想得有点备事儿，所以咱公司一垮，我就想这下没准挺好，没准别的再也就都没了。那天楚木对我一嚷嚷，我当时腿都软了。我一想，这孩子真挺可怜。他5岁我就跟他爸离了婚。大冬天上夜班，他把我送到门口说：“妈，你注意安全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就保护你。”那天他冲我一嚷嚷，我就知道，我从来都没给过他安全感。我不好，我不是好妈妈。咱俩都结3回婚，都挺对不住孩子。要是咱光想咱自个儿看着俩孩子一辈子难受，有一天他们都跟别人结了婚再离婚的时候，咱俩怎么活呀？你说真为救孩子让咱死，咱不也得死吗？这咱离死还远着呢。哥保我。孩子在一起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啊。好了好了，不哭。拿结婚证去。走，哥，起来。干嘛呀你？你们干嘛呀？这是？你说你们俩加起来都100多岁了，还在这玩幼稚呢？这婚是说结就结，说离就离的，你们身上都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谁分开，你们俩都不能分开。你们俩分开，这家就散了。这家要没了，我们活着心里都没底儿。我们还年轻，我们自己的事儿，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好。妈，求求你们了，